国向联合国投诉称，其太空站曾被迫回避与 SpaceX 星联互联网服务项目发射的卫星，以免相撞。之后，伊隆马斯克在中国社交媒体遭到网民攻击。作为星链项目的一部分 ，SpaceX 已经发射了近1900枚卫星，并计划再发射数千枚。美国白宫今天表示，拜登总统已将2022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签署为法律，授权国防支出7700亿美元。法律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包括分配给太平洋下组倡议的71亿美元，一项美国国会支持台湾防务的声明，以及禁止国防部购买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的命令。据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日本国防部长岸信夫昨天举行视频会谈。日本国防部长岸信夫在会上对中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东海及南海的活动表达严重关切，并强烈要求中方自我克制。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长马格祖姆米尔扎加利耶夫表示，在该国建设核电站已成为必然。他说，已经开始对适合发电厂定位的区域进行研究。西安封城后，疫情仍然难以控制。12月27日，西安官方通报新增175例确诊病例，创下单日通报最高纪录。当晚，西安空军军医大学出动150人的医疗队，紧急接管定点医院隔离病区。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丹佛及相邻的莱科伍德市27日傍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5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当地检方说，一名男性枪手当天下午5点在丹佛市区东部先开枪打死4人，打伤2名男子。双方交火时，一名警察受伤，枪手当场死亡。据新疆日报报道，新任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在乌鲁木齐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报道称，12月27日，马兴瑞在乌鲁木齐市调研，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埃尔肯·图尼亚兹等参加调研。中共25日发布消息，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成全国另有任用，该由广东省长擅长航天科技的马兴瑞接任。